同心築夢，共謀發展。粵港澳媒體灣區行第3場聯合採訪活動，最後一站，我們去到惠州探索。今天呢，我和這個海女啊，大哥去跑步，這一次呢，很感謝海女大哥的推薦啊，你有咩感覺？你有什麼感覺？這個過程？我這邊呢，這次大灣區之行呢，可以說呢特別的精彩。一會兒呢，我們要和我們的花姐一起要圍着西湖來做一個淺跑，特別有意義。這次行程真的是特別有意義。一會兒我們就一起來奔跑。是，現在是6點多呀。大灣區最環保的一個地方，我們可以一會兒我們去體驗在西湖邊怎麼去淺跑，一起去保護環境。是，一起來惠州啊！1小時，前跑1小時，快樂一整天，快樂一整天，惠州更美麗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加油加油加油！而家咧，我哋咧就沿呢個惠州西湖啦去跑，咁啊一路咧就沿途見到垃圾咧，咁梗係執啦。咁咧成個活動咧就係想希望咧建構一個文明嘅惠州啦，鼓勵啲人咧啲垃圾咧就唔好四處跑。呢個文化咧，我覺得咧都值得咧香港去學習。咁亦都鼓勵咧一啲咧香港大 V 們啦，或者香港年輕人們啦過嚟去體驗下呢個文化，同埋咧去惠州西湖啊兜一兜。咁啊呢度真係好靚。現在呢，我們和我們的港隊一姐，我想還有我們的網紅代表香港的高松姐，我們表情這個對象那兒有一個小地圖。我太難啦！你睇下惠州西湖咧，真係好鬼靚啊！啲湖景又靚，跟住咧啲花又靚，哇！仲可以咧執垃圾添。走進廣東惠東海龜國家級自然保護區，邂逅悠然暢遊的大海龜。這裏是中國大陸海岸線上海龜最後的產床，承載住海洋生命的奇蹟。香港青年們一起感受海洋魅力，守護這片藍色家園。今年咧就係東江供水60週年啊嘛，咁我而家嚟到呢個水庫咧，就係其中一段即係即係嗰個東江供水嘅一段啦咁好值得咧，即係紀念嘅。我哋來回咧都有成3個鐘頭先嚟到呢度嘅。高 Sir 在惠州還有那體驗。呢度咧夜晚好多人咧放煙花嘅，咁個夜景咧都唔錯，仲有人咧燒烤同埋咧唱 K 添啊。We will find out somewhere, no problem. 惠州咧都好多咧大街小巷嘅，仲有名添啊！哇，呢度咧就係商業步行街啦。感謝大會邀請所有工作人員的辛勞，我們有緣再聚。